台湾体制化20年，系列报道来看，国家语言发展法施行到今已经7年啊。有学者甲台语团体是提出讲，目前的台语发展也欠南方的观点。台语的专责单位应该设伫咧台语人口上济南部，这台语发展才有希望。因为咧，阮老师的报告内底有讲到一个南方的观点，我感觉这是咱讨论这个议题当中一个真特殊的理论。去年12月，伫台南成功大学办的台湾台语政策论坛，省台文系主任陈丽君提出，咱台语的发展需要转型正义，而且爱加入南方观点。到底什么是南方观点？陈丽君讲，这个南方不是完全咧讲实际上的地理南北，是透过文化结合政治手段，甲语言成做一种权力甲位阶的象征。目前台语的地位，都是因为过去的政策推塞发生变化。比如讲，咱若要考好的大学，需要什么款语言能力？咱若要是去食公家机关的头路，需要经过什么款的语言这个考试？所以这款的位阶其实是透过文化实践，甲这个政治力，甲这个经济的顺序，透过语言来做一寡排序。长期的语言政策当起兵，和台语发展却愈杀愈倒退。陈丽君提出南方观点来打造台语发展的转型政绩，包括台语专职单位、教育体系评量制度、公共语言权甲媒体配额、所谓语言主权、经济文化补助。有高雄台语团体认为，讲台语人口南部上济，政府煞长期甲大部分的资源放伫北部，一直无看见台语专职单位，毋若爱设，佮爱设伫南部，才会知影台语发展需要啥。咱若要恢复这个台语这个语言，其实应该为遮做一个发展的中心，等到对于所有的单位来讲，拢会较好啊。而且嘛，拄则讲，你若投入较少的资源来遮，会当先做一个带头的路用。若是讲有一个较专业的机关，伊会当足专心来研究讲要安怎互这个意识这个代志，互大家是真正入去大家头壳内底。因为就亲像去年。嘛，苗栗遐嘛是有出现讲是意识讲座，结果迄讲师来规节课，甲先可能讲2句台语尔，而且伊一个人佫负责10几场。啊，为虾米？因为就是伫地方的产业，就是我就是消化医生啊。阿卡讲，因为无专职单位来监督，真侪台语活动拢凊彩办。陈丽君嘛认为，台语专职单位是头一步，无论是要建立台语的教育评量制度，还是提升台语媒体配额做语料库，也有上重要的争取经费。若是有大人来带头，台语这个家族都有出头天的机会。记者李新武、柯家族、柯教育综合报道。